醒醒！这骨头。来，我们走。田管家，龙姑娘呢？全都找过了，没见到他们两个。都找过了，都找过了。走啊！殿下，殿下，使不得，别冲动，殿下，不能进去啊！放肆！不让我去，你们就去。那么一个大活人还在火场里，杜大人，命你立刻派人前去救人。县令，出了人命，我拿你试问。武林，趁着火势还没有蔓延，一起前去救人。是，走。殿下，这么大的火，里面一定没有人，就算有人也出不来了。火也太大了，这怎么办？出来了！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，阿姨，阿姨，怎么样？殿下，怎么样？啊？主任，慢点。青林，你真没事吗？我去叫大夫。不用管我，让我直接先救火，你把人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。你确定自己可以吗？好，你注意安全。所有的家丁去救火，剩下的跟我走。好，快去救火，快点！快，爹，快救火啊！哎呀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救火呀！是。谢谢阿姨。走了，武林，快去打盆水。是。阿姨，